忙碌咗大半世，想揾個地方安心養老，但係買樓手續多，裝修又麻煩。放心，約一幫你搞掂。專精客戶需求，流程透明，由你話事，打造專屬夢想之家。鎖匙全包，屋企交俾我哋睇住，專業團隊幫你把關，無後顧之憂。住得有問題，隨時揾我哋。灣區活動、政策福利、生活貼士，第一時間話你知。約一站式安家好易事，由揾樓、裝修到安頓，我哋陪你一步到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Venus， 今期嚟到肇慶新區嘅時代年華啦。目前年中特惠，精裝單價4680即可以上車，而且仲要係精裝現樓，即買即入住。目前在售嘅單位啦，會有72方嘅兩房到99方嘅南北對流三房，任君選擇。今期首先帶大家睇94方嘅三房戶型，跟住我嘅鏡頭一齊嚟睇睇。今期同大家推介嘅戶型啦，就係呢一個95方嘅三房兩廳一衛戶型啦。咁因為呢一個戶型目前選擇嘅樓層啦會比較多嘅，2棟啦、11棟同埋12棟啦，都係有樓層供大家選擇嘅，所以呢一個戶型啦就可以先買先揀啦。咁帶大家過嚟感受下。入戶呢一邊啦，對比翻其他戶型，呢一個戶型係多咗一個入戶嘅靈活空間。咁到時咧就可以根據翻自己嘅一個需求去設計啦。咁我哋再入到嚟啦，就係呢一邊嘅廚房加客廳。咁首先我哋可以睇下佢呢一個廚房，廚房係做咗一個小 U 字形嘅一個設計。咁到時上面嘅吊櫃、地櫃都會同大家安排好嘅。咁再嚟到我哋嘅餐客廳。整體嘅餐客廳開間啦，係去到3.6米左右嘅，所以呢一個距離嘅餐客廳啦，就係比較適宜啦。咁我哋可以先睇下佢呢一邊嘅飯廳，飯廳咧就可以放翻一個圓台或者方台坐4到6個人。咁再嚟到我哋呢一邊嘅客廳。客廳整體嘅一個電視背景牆咧就會比較大啦，到時就可以根據翻大家嘅一個喜好去設計。咁旁邊嘅呢一個位置咧就可以放翻一張3到4人嘅大梳化。咁我哋再客廳直出主露台，咁呢一邊嘅主露台咧係屬於兩面嘅窗台，做咗一個封窗嘅處理嘅。咁因為咧，我哋依家係位於3棟嘅一個樣板間3樓嘅一個樓層，靠近主幹道，所以呢一個梯腿啦都係做咗一個封窗設計嘅。咁大家可以睇到佢整體嘅一個採光都會比較好，因為呢一個梯腿望翻出去主幹道啦係我哋嘅西南向，所以整體嘅一個採光啦都係會比較好嘅。咁呢一邊咧就係屬於我哋嘅陽台。咁我哋可以嚟到呢一邊嘅靜區。咁首先睇下呢一邊嘅公共衛生間，咁再嚟到我哋嘅第一個客房啦。咁呢一個客房啦，就係同我哋主露台一樣嘅朝向西南向嘅，咁而且咧呢一個客房係比較方正啦，整個臥室係非常之適合做翻一個我哋嘅客房啦，可以將我哋嘅床啦並靠翻飄窗嘅位置，擺翻張1.5米左右嘅床，咁呢一個位置咧就可以放翻我哋嘅梳妝台、梳妝台或者係定製衣櫃啦。咁呢一邊咧就係第一個客房，咁再嚟到呢一度啦。呢一邊咧就係第二個客房，咁呢一個客房會細翻少少，咁大家就可以靈活去處理。咁最後再嚟到我哋嘅主人房。咁主人房嘅開間咧就會更加之大啦，而且主人房呢一邊啦係帶翻一個大飄窗嘅，咁整體嘅窗台啦同主露台大客房一樣，都係西南向採光比較好嘅，咁到時都係可以擺翻張1.8米嘅大床啦，兩邊做書台或者床頭櫃，咁靠牆邊嘅位置啦都係可以做翻一個定製大衣櫃嘅，所以相對嚟講呢一個90零方嘅三房自住都係比較實用，咁當然目前嘅一個優惠啦，都係比較高嘅。咁再同大家去講下呢一邊嘅優惠，2026年嘅最低價錢啦，精裝單價4680蚊，精裝現樓即買即住，亦都係全年嘅一個最低價啦。咁目前啦，呢一個戶型係屬於我哋94方嘅一個三房戶型啦。咁如果話計算翻佢嘅每平方單價啦，4680蚊，總價44
43,477就可以上車啦。咁大家咧就可以參考下呢一個價錢，帶大家睇咗呢一個戶型嘅樣板間，再帶大家去異動睇下佢嘅實體樓。好啦，咁我哋依家就嚟到咗目前正在熱銷嘅異動1001，咁呢個戶型咧就係剛剛帶大家睇嘅樣板間啦，94方嘅3房1衛戶型，全精裝現樓，所見即所得。咁入戶啦都係會有一個靈活嘅入戶花園百變空間。咁再入到嚟呢一邊啦，就係佢嘅廚房。咁廚房大家睇到嘅啦，都係我哋嘅精裝交標啦，包括我哋嘅廚房2件套。好，咁再嚟到呢一邊嘅餐客廳，都係3.6米嘅一個開間啦，雙廳相連嘅一個豎廳設計。咁我哋依家再嚟到佢嘅一個陽台。咁因為目前啦，我哋係位於2棟嘅，同剛剛3棟一樣啦，西南向望翻我哋出面比較開揚嘅一個視野。咁因為我哋依家係位於10樓嘅一個層高啦，所以依家望翻出去嘅視野會更加開揚，光線啦都係會更加好嘅。咁只不過係靠近主幹道啦，呢一邊交付啦都係做咗2面嘅風窗設計嘅。好，咁我哋再入到嚟睇下佢嘅其他位置。咁首先嚟到嘅咧就係公共衛生間。咁再睇下佢嘅第一個客房。咁呢一個客房咧就係大客房啦，同主露台一樣，西南向嘅一個視野。咁大家可以睇到呢一邊嘅光線都係比較好嘅。咁再嚟到第2個房間。咁呢一個房間咧係屬於我哋嘅陽台房，但係大家可以睇到同樣非常之方正房間嘅一個交付形式嘅。咁我哋最後嚟到佢嘅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嘅開間咧就會更加大，而且大家可以睇到整體格局係非常之靚嘅，4面無柱位，我哋可以做到3面落床，而且主人房啦都係帶一個大窗台。咁整體嘅一個光線採光都係比較好嘅。咁我哋睇完呢一個係屬於我哋2棟嘅一個實體樓啦。精裝交付所見即所得。咁最後再同大家做一個簡單嘅報價。異動1001 94方嘅3房1衛戶型，目前啦超抵嘅一個精裝單價4680蚊，計落翻我哋嘅一個總價啦，大概係去到443477蚊左右。咁如果話大家想以呢一個最低單價上車嘅話，呢一套單位就係比較推介嘅。咁如果話想依家過嚟揀一個樓層揾我哋睇樓，就可以即時聯繫我哋嘅客服熱線。咁呢一期影片就到呢度結束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